来做客慢人来了，我相信呢，2021年咧查檢也嘅連續劇吼，如果當然你有看過，因為就算唔係行人吼，對也嘅中國講海流嘅電視劇吼，咩係個有興趣，咩感覺非常好看呢。今日就同我打最久嘅也嘅來賓呢，伊如係做得講吼，係查檢也出去來正式出道，而且地方係做一個廚順愛非常後生哦，合法講幾好，而且演員彭永杰，易容姐你好，我係容杰。係啊，你係誒冇衝動個合法講哦，因為嗰度查檢地方演員，然後唱國歌嘛，對話冇辦法，開始去啊幾好。我你係平常都講去擺料嘅咧。哦，係因為我從細係阿婆阿太土台嘅，係我阿太是曉講日本話、老客話，所以我老記講話時候會講客話。不過伊土唔多伊度寫。土我都高中啊，我高中機長高興。係，所以我日前就老記講客話。高中以前都係同阿婆。係，冇錯。係。哇，那真的很長期。對。哦，難怪，因為有一年係唱國小嘛，他也都可能都讀書嘅，佢一直都高中。係。哦，咁難怪講就國爭。咁做查經過大家都要學到一下吼。有，因為做查經該兩時候，我們家譜們。就大概563，全部係講海流腔誒，所以我們在對話起來其實都還覺得蠻自然的，很有趣，就是有一點通不看音腔下走條路嘅感覺。咁如果做戲啊嘅事情係用嗰度好講嘅，咪等下過來講嗬。好。但係今日也同樣唱用嘅帶嘅一個小物來認識伊，然後唱處理本來的地方，但是對於用嘅來講有充有意義，已經突出了我們的樣子。呀，嗰是愛無做客家條路，愛我唔知啊，係嘛嘅。相信佢當然尤其後生，佢一路上路嘅哦，呢啲東西咯。呀，你係卜菜餃，叫卜菜嘅，冇錯。卜菜對嗰度唔係行人呢，他們應該也很知道，這是有名的客家菜，對，就是會寫福菜啦。沒錯。但我們通常會寫福，因為會倒過來。對，卜菜。為什麼這個對你很重要？因為呢，就是中間嘴唇長整體，讓我阿婆、讓媽媽後用伴走客家菜，然後也因為最近有拍一些影片嘛，跟媽媽一起做菜，然後才覺得原來。因為誰西街是曉得選，唔曉得走，然後也不知道說福菜是原來是裝在玻璃瓶裡面的。小時候幫忙的時候有做過這件事情，但是長大之後，小時候覺得很自然，但長大之後才發現，沒有這個鈎子真的不行對，然後買了一瓶泡菜，然後一直用筷子在那邊咚出來，真嘅夾唔出來。對，夾唔出來，因為它那個瓶口很小，你一雙筷子是伸不進去的，所以才發現你家泡菜叫我食材很重要。因為香港人留對係生高麗菜，高麗菜館，我們講即高麗菜，所以我們通常快也還算可以。我說南風其實都冇安尼嘅東西，如果我有聽講。桃竹苗很多人家家戶戶必備，對，必備白鐵鍋。我說這個真的是你家的？對，是我家的，成年的，生年嘅。對，冇錯。咁你為什麼會去個來學煮生哦？因為之前那個桃園客語家庭，他們推那個拍影片的活動嘛，然後就有那種鄉下做料理的主題，然後想說，好啊，我做得讓我妹鄉下做料理，還是想講，我來做料理，長來學，然後長來吃到卜菜安蔥，我用該叫我長做得叫起來，然後覺得哇，以前覺得習以為常，但長大之後覺得，它很特別。所以他被我選為特別小物。咩應該係讀到嘅其他唔係行人咧，唔係投資咩位？係。睇個唔能提個原來這個是我們很特別嘅。對，冇錯。好，剛剛咧繼續來看天一紅，第一個自然是這個天一紅對於用嘅來講，會重要嘅物品我係買嘅。好。哇！發布一看都第一講同客家有關。冇想過第波係。做夾唄，你們是講竹板還是？我們就講夾唄。夾唄。對。竹板快書。對，竹板快書的竹板。對。那一定要示範一下。先示範我來解釋。但它有分嗎？有，它就是有分這個有這個圖的面，有鋸齒的面。
然后这个跟我小时候做的不一样，因为它现在有那个进步了，哦，对，它现在有很多的用，像一块有锯齿状，对，只有一块有锯状，其他都是一样。哦，给我撸诶，对，哦，这样子就是一个声音。哦，对，然后通常我们是，然后这样子又有一个声音，哦，所以这样就会有1个、2个、3个，这边也可以敲。哦对，这样通常是。对，像这样，哦，然后又还要挥台词，嘿，冇错。哦，刚刚什么时候学到这个？我做主动国小的时节，我有参加个国小个汉语上上团，该用时间线上是青牛架线上，其实教 Andy 小朋友啊，就是念那个绕口令啊，然后念一些对口相声、有趣的段子，然后搭配这个主板。刚才你这个主动我去的哈？其实唔係，因為我阿婆咪係主動國小退休嘅先生，所以他就很希望我做在天然親友嘅先生強下撈基學習。对，然后他也是希望我多练一些口条啊、台风啊，然后就跟着徐老师一起到处去表演。那时候，新竹地区的那种跨年活动啊，或是 U 通发鬼，我们都会上台去表演。刚唔係係很活潑嘅聲音嚟啊。喊走的就是不怕生。如果一開始就唔係講會講上分呢，你說阿婆沒想講啊，加入孫沙來練一下。因為我寫時其實很調皮，然後動會 enjoy， 很會頂嘴的小孩。然後阿婆就說按不會 enjoy， 因為是不應講，你以後該好嘞，不應講。那練習就是辛苦的事啊。對，他會咁講。那時候覺得背東西真的很痛苦，但是因為阿婆很兇。对，然後阿婆是嚴格的老師，然後就會想說啊，好啦，那就是硬着頭皮把它背完這樣。所以是辛苦的，但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感謝阿婆那時候有逼我做這件事情。為什麼？你剛剛說會推詞呢？對，其實對現在來說就覺得，陪東西對我來講唔係動難嘅事情。對，然後就好像很快的就可以記起來，然後表達出來。剛剛你上來講表演，因為雖然係打足球嘅工廠呢，還係表演嘛。對，嗰種你表演嘅啟蒙上做嘅哦，或者是就會是。那你那時候就有發現喜歡表演？我覺得那時候好像還算不上是真的很喜歡這件事情，因為那時候就是覺得我可以做。然後長大之後，因為一直練嘛，然後就會覺得好像蠻擅長做的，然後就一直去做，好像覺得好像就慢慢喜歡上這樣。咁很多高中有參加嗰種戲劇社一樣的。國中的時節，我有參加那個偶劇，對，我們是自己做偶，然後也是上台表演。古所係因為也條經歷，本太好想去套天陽呢。我覺得應該係，都唔係戲劇呢哦，係天陽呢。因為我高中的時節，我係法圖誒，讀的是美術班。係哦。對，然後我其實一開始上的走嘅係天然美術，電影美術。對，然後那時候因為一個人需要選2到3個主修，然後我才選了表演，才是其中一個。本來係安尼。對，本來是想要去做電影道具啊，畫畫啊，繼續畫畫。真的哦。嗰種畫圖還算畫到喜好。還走的。那你小時候是好畫係畫用嚟？有些人是漫畫類嘅。我是寫生類的，然後我最好畫的係寫台詞、寫書法，然後跟水墨畫。乜嘅時節開始想講我要來表演？因為在大學的時候也有上表演課，然後站在舞台上的時候就覺得好像小時候那個站在舞台上的感覺又都回來了，然後好像跟同學比起來好像更大方一點，然後好像就覺得好像可以繼續做看。好，我哋來看第三項對用嘅來講，重要嘅物品，我哋先係乜嘅？洋哇，還能夠大力膠，對，是大力膠。什麼大力膠對你很重要？我本來寫的是馬克膠啦，就是我們貼在地板上，然後通常
你的通常会黑撕对块，撕2块线的一个 T 字形。哎对，然后因为现在在做影视工作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认地板上的妈点嘛，然后那个妈点，妈就是马克，对马克，我讲妈点啊，对妈点，看到那个妈点就是地公说哦，该不会是会爱尬下而表让该提供，就是他对你的，因为给你谁师长啊，对哪风啊？因为可能黑的台后西街我们有一个舞台。对，但是现在我们在拍影片的时候，或在拍影集的时候，可能它并没有一个舞台，对，所以这个小小的妈点对我来说，就好像是哦，我只要看到这里，我站在那个地方，那边就是我的舞台的，就是突然那个，就好像有一种仪式感。对，如果爱如果会行手机，嘿，如果回事表演，就有一个开始的一个东西。对。我奇妙，有关表演还有嗰度好講，唔使下查，人哋等下多多上來，再來看有嘅的小物了，講伊嘅故事。我之前有拍那个 Ruby 奖的客语版，然后跟大展宏图的客语版，对，然后想说让大家知道，虽然有些人听不懂，但是他们会觉得，蓉姐你讲客语听起来很有趣哦。做特別人來了，今日來做了嘅係演員彭永傑吼，非常後生哦。唔過永傑有伊條過特別的經歷吼，佢同人哋分享。人哋好多有講到都係因為細細就係阿婆出台，故做合法規劃了，佢哋講啊規劃。啊，唔過2年前，差唔多1、2年，要開始有主持廣播節目，係冇錯，係講下廣播電台啊。今日也有帶來一個。總紅子詩，放自己的一個詩集。對，為什麼你會覺得這本書對你很重要？因為吼，愛啟動愛到方慈老師的煙粉很奇妙。我們是在你們是怎麼湊起來的？我們是在那個健身房，我們在健身房裡面的三溫暖認識的。啊？哎呦，對，所以唔係天台。對，你唔係第天推飲學的，對，因為我們在健身房三溫暖泡湯的時候嘛，然後因為不能帶手機，所以就會強迫你要跟旁邊的人聊天，所以那時候就是督導諷刺性上，然後我們就在那邊聊啊，然後想說你也行音，我也行音，然後諷刺性上可是在健身房都有可能會溫度會很沒好，可是因為洞很常去會死蟲獨洞，對，唔係踢白輪，因為我們就是已經算是那個健身房固定班底這樣，對，所以就是每天會遇到，然後他就是想說，就是可能該六期自家又自家走2張節目，然後賭後有缺這個助理主持的這個任務。你講馮子先生以前主持然後是有一個助理主持人，對，一路相當，一張相當愛，然後我們才開始一起共同主持這個節目。那以佢做錄導演呢？對啊，我那時候就想說，因為我龍哥們冇想到我走啦，他該誰條啦？那時候也還沒有想那麼多，那時候就想說，可能用翻譯來記錄一下到，對，然後就還是以華語的工作為主。然後就是認識方慈老師之後，然後才開始做客語的主持。剛剛那節目係用哪個節目？因為諷刺性上係假戲嘅戲音嘛，然後所以我了解廣播節目嘅名稱是係航向一首詩，對，航向一首詩。然後我們打戲就是在介紹很多的詩人啊，然後從古至今所有的詩，然後包括華語詩、客家詩，然後也會有一些翻譯文學。剛剛你睇主持下節目以前，係有時從可能死哈。我覺得我可能比較沒有天分，對，所以我應該是2年應到諷刺性上後戲，然後才慢慢學。都大概一個新的時間呢。對，冇錯。故說喺裡面呢，比如體會看到諷刺性上嘅。對，就是跟他一起主持1年之後，然後性上把他的詩集送給我。
哦，那你有冇个只有印象的冇地方的？地方有一首好像叫做通信改手材的那一首诗，应该印象动情。哦，还有迄个笔呆你迄个呀？哦，八呆，八呆也、哦对，应该蛮你是讲八呆对，八呆，为什么你对这个很有印象？八代它很有印象是，因为俩白应该到讽刺性上是阿瓜豆二瓜多，然后讽刺性上他就在台上用客语朗诵了这一首诗，然后他又搭配了一些丝巾，很长很长的丝巾在舞台上，很像象征那个八代，然后就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温暖。然后很像母亲的那个感觉。那我迄都厄瓜多呢？因为讽刺性上基本绕墙体参加一个国际的诗歌节，对，厄瓜多国际诗歌节很有名。对，然后就是打蹦性上，南美走的天然机穷哈，你一样是小助理也是？对，没错。刚几摆去，因为迄国际诗歌节啊，对，几摆看到有嘛个会有印象诶。应该取得很第六世改东西，因为我们真的是吃的很不习惯，应该取得可能我在台湾可能就已经吃的蛮重口味的，但是那边的人吃的更咸、更酸、更辣。你的主要是嘛个？他们也是吃米饭，但是他们的米饭是那种很长的那种泰国米，是那种装在盘子里面，它不会凝结成一团的那种散散的那种米。对，然后配一个很像沙爹咖喱的酱，的一份肉，然后跟一个生菜沙拉，大部分几乎每一餐都吃那个，真的受不了。太好，挺寒的吃不习惯。古时候去就係生活上可能會關，如果見識到嘅，因為人家說國際詩歌節這個經歷應該蠻少人有的，如果看到過都會10年。对，看到很多来自像羅馬尼亞、美國，就是各個國家一起來的詩人，一起齊聚在這個厄瓜多的詩歌節，然後大家各自都用自己的母語去朗誦自己寫的詩，我覺得那感覺蠻酷。就算你聽不懂，但是你也是可以感受到他在朗誦的時候，他想要說的故事。那你有滋潤下來哈？還沒開始有啦，我有試着寫一首，但是就是方子老師就是覺得還有進步的空間這樣，才第一首嘛，對，慢慢進步來。好，剛才你還有看到那塊一啲，也個就係，看起來細細隻嘅，也係翕相機係咪？對，它是相機，看起來很特別呢。然後還有兜起來的，會兜。我老人家哈，我也不會兜。可是睇下如果去個乜個婚禮啊，乜個，有時候人家嗰度自媒體，你如果按嚟拿論，按嚟翕相，那我想會買按嚟嘅，就人家買東西。因為太好畢業之後，然後就想說，演員這份工作其實比較被動一點，然後就想說，好像可以自己來拍點東西，自己來做一些什麼。對，然後加上因為剛才公夯嘛，然後就想說，好像可以用客語來拍一些有趣的東西，對，然後可以讓大家知道說，這個是我的語言，對，然後像我之前有拍那個 Ruby 獎的客語版，然後跟大展宏圖的客語版，對，然後想說讓大家知道，雖然有些人聽不懂，但是他們會覺得，榮傑你講客語聽起來很有趣哦，這樣，就讓他們認識。泰雅有給你乜嘅印象很深的回饋嗎？因為像 Ruby 獎裡面，它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較難的字，像是薄荷你講它會用半拱，或者是巧克力你講它會用半拱，然後我就想辦法硬翻，把它翻成客語，然後大家就會覺得哇，原來巧克力講它走在講巧克力，對，或者是薄荷講薄荷，對，像這樣子，他們會覺得好有趣哦，好酷哦，這樣。剛挪威一開始跑路上過，我用漢法人跑，應該是取得這樣比較特別吧，因為應該蠻冇想講說大家都要拍一樣的東西，
对，但是如果说我现在知道说这个在流行，那我把它二创，有点像二创，我直接用客语再把它二创出来，看能不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如果有求自家讲比如讲，以为你们可以1周几更啊？万一有求自家要做2天之间，应该是起到应该会做2件事情啊。我中间目前还动弹系，对，还没有。佛系也是一种方式啊，比较佛系一点。你有冇个印象係本來想要做，後來放棄嘅一年？有，因为从之前 U 该那个上车舞很红啊，对，然后因为它又是台题都很容易念，都是用语言嘛，对，然后就是用一些节奏跟语言，但是因为我一直看因为想说如果那个没有搭配舞蹈，看起来又怪怪的。对。上车舞我可能有解釋，戀愛如係老人家，如係有人去編一段簡單的動作，係冇錯。搭配呢會唱簡單的歌，因為你係想要用更加已經去實行的東西，二創，對，變做客語版，對。中間如果感覺然後做起來好像有一些難度，對，有一些難度，然後或者是覺得做起來好像有點太別扭了，對，就是好像沒有辦法，真的跨過心魔的那種感覺。對，我以為可能沒自己適合，對，也算按想要做誒，雖然它現在很流行，對，所以就有時候在挑選取捨上面就會想說要跟這一波流量嗎？到底要不要跟這一波流量？然後不跟好像又很可惜，但如果跟了好像又覺得太遲了。然後如果做室內啲人會遇到嘅矛盾嘅點，對，係如果唔愛睇唔睇呢可能如果有流量，對，如果有人愛看，先不講大家喜不喜歡，對，如果有人看，對，以為你有求嘅如果有人看就好，對。他把如果想公感會談他，所以應該遇到很多這種掙扎，對，所以就會導致很佛系的原因，對啊。不過我冇想過如此咁樣搞下吧，咩好？你說直接教客語因為但是我就覺得這樣好像沒那麼有趣啦，對，除非是我真的覺得可能生活中有遇到，也覺得這個真的很有趣，對。最近呢，見到自家做，當然大家如果自家做媒體，不過難的如何劇本上對，要劇本跟題材，如果假是有做如何同主要交流，大家也講認識，可以有一塊，其實也係唔係重要，可能也成績，對，可能以為你喺上嘅學校化，也還不錯啦，因為如何克服一下時代嘅大家習慣呢？認識的方式對，咁等下到下一趟呢，有叫大家去到對有充有意義嘅素材，然後等下都底下來嘅，好，先上下茶。動到頭讓講，就是比款動愛面是起到款起來，就是看起來很快樂，看起來沒什麼故事，對，但是就是覺得好像想要挑戰的，跟實際上能演出的角色其實是有一點落差。呢位係我嘅大學，台北藝術大學。我大學嘅時間呢係讀天然內，做乜解會選天然內咯？因為我高中嘅時間其實係畫圖嘅，可是畫圖畫，我是去到大學重新做啲圖，迄個課內來讀，所以我是選咧天然內。用嘅細時間是可以是念嘅童謠啊、繞口令啊，是會上台去表演安樣。這種相片是我讓我阿婆，我阿婆改良是寒冬球上。這好像是我們在喝喜酒吧，每次吃喜酒的時候都要拍照，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張很精彩，這一張就是那時候我們客語相聲團很常到處去表演，但其實最忙的呢就是爸爸媽媽跟家裡的人，因為他們要幫小孩梳妝打扮啊，然後要送小孩去上台表演。
所以呢，爱让爱老母也是种类俩动穷欧坡爱用来散，然后很可爱。这2件是阿婆绕 Andy 头哎，然后我穿的是紫色的，妹妹穿的是红色的。然后那时候啊，妆都要画得很浓，然后脸都要这样红红的，然后会绑2个丸子头，上面都要绑缎带。然后这张照片是当天表演已经结束了，阿婆在帮我拆头发的照片。所以我启动我动新梦啊阿婆送我去行艺上上团，嘉义是 Andy 是行艺上上团为西松去舞台当部的表演嘛，所以我启动拢个对于舞台两件事情，对表演两件事情，其实没有很陌生，然后觉得也蛮喜欢的，也蛮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觉。所以拢个图天然的时间实现嘞表演改扣呢，表演组。然后就开始了我的表演之路，就开始努力的学习。龙姐，你家搭乜该东西？俩是嘿，我们叫做妈点呐。嘿，对马点黑马该。妈点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拍摄的时候，然后摄影组的伙伴们，他们就会在地板上贴这个妈点，就是跟你说，哦，演员你要站在这里，这里的是我们机器有设定好，然后光有设定好的位置，然后它对我的意义就是应该可能俩妈点，还是我就是知道说，哦，这边就是我等一下要表演的地方。公有日界太守本上望，今日是爱家新日个拢，太拢买瓜子，二拢买电筒，三拢买。入戏间我会想，也许我没有特别的勇敢，只是我还不想要退场，因为舞台当辈个讲，本爱做在看到我自家，也做在本爱记得做嘛界，会继续做下去。拢界好菜是。鸡凉沙对口冲送风啊，冲送风。我都用嘅在睇下许多伊嘅母狗吼，特别艺术太好诶，咩係嘅母狗，他们很怀念，就是嗰叫母鸡嘅安尼。啊，头多边有看到啲地方有拿嘅竹夹嘅啊，哦，还有马克都有讲到我哋头多讲到对应去重要嘅表演那一件事情。啊，伊佢是没有讲笨蛋龟号帮图，想要做天样美术。结果好多的表演，你还记得你那个喜欢表演跟时刻，再回来喜欢表演的时刻是什么时候？那其实应该是上表演课的时间，因为在那个当下其实是要非常专注的，然后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好像只有你跟这个空间，对，然后那个是一个你跟自己。好像只有你自己在那个空间下面独处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状态有点像是有点心流的感觉，对。然后我好像就是在上表演课，在专注呈现的那个当下，然后感受到了这个心流，然后就会觉得哇，这个当下实在是太美好，然后就从此就觉得哦，我很享受那个。在那个空间下面，然后大家等着我说什么，大家等着看我做什么的那一个状态。你还记得跟他黑做嘛在 T 那角色，还黑跟角色无关。那个跟角色无关，就是你就是站在那里，然后同学们就是看着你这样，对，有点像是在观察，对，因为电影系其实大部分学的。还比较像是写实表演啊，然后我们就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取材，对，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自己在这个状态下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你才有机会去演别人。天样那个情形我唔了解，我偷病医睇戏看那年，我容易黑。被打得很对，打掉重练，然后很惨，就是我讲过啊，我离开嘛。给女官那些心情啊，在学校的时候，我觉得电影系好像比较友善一点点，因为俺们有谈讲那个戏剧系的人，就是他们的训练方式啊，对，他们训练方式就是可能比较偏向这样，但电影系好像就是比较从观察，
比较从由内而外。嗯，喺天下呢拖嘅時間，都有家庭喊你擺做演員咧。就是好像漸漸的覺得說，哦，好像可以哦，好像可以試試看哦。然後是看到經驗咧。不過雖然嘅外形係幾好嘅，不過一開始畢業愛情演員條路會困難。我大3、大4的時候就有在接外面的案子，可是該用戲只有一些就是比較商業的廣告，對，然後就是比較小的案子。但是我覺得如果以外形來說，我覺得我在表演上面好像不是特別吃香。哦，對，因為我不知道應該因為他有躺動到頭讓拱，就是給款到外面還是起到哦款起來。就是看起來很快樂，看起來沒什麼故事啊。對對，所以就是然後也可以理解啦，就是好像可能年紀也還沒有到，對，然後就想說好像目前能遇到的角色，做羅阿婆啊，對，但是就是覺得好像想要挑戰的，跟實際上能演出的角色其實有一點落差。有特別想要挑戰用哪一個角色？我覺得像易容姐演的每一個角色，我都蠻想要挑戰的。那可能我們兩個的臉看起來反差很大。我為什麼我可以有一哭咯？做會哭的角色，因為像這種角色就會比較多內心戲，你可以去玩，你可以去創作。對，然後因為像我之前拍偶像劇或者是廣告，其實我覺得東西偏單薄啦。就會可能你那個那個 art 對曲線可能冇按曲折。可是我想要做過哪一些？偏偏又不跟你講，偏偏可以了。對，你看起來就是很青春陽光嘛。對啊，沒可能黑啊年紀路以前多啊。可是你就可以往下演。如果可以做 he hell 上嘅角色，這個就是我達不到的，我只能往上。如果你可以往下，家下想去做演員，然後一開始先對嗰度廣告開始，家茶金都係去創業嘅一個小里程碑，對不對？而且當初茶金是愛看到免術黨輩用因鋪街海選的資訊，係愛係一家自己新的歌戲，說我想要參加這個試鏡海選。古時候伊係寫海選，唔係針對一個角色。香港係一個匯流強嘅戲，人都來然後來試。古時候家下唔知喺邊度學嘅角色，那時候不知道。對喺後來啲嘅一個角色。對，後來啲係呢個角色，然後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們在定妝的時候，因為就是他就是希望我可以黑一點，比較像那個做事的人，對，做事的人，然後用個全新的高霧，對，然後幾乎素顏，對，然後那時候為到做純美呢個角色，他希望用扮容該題材都切菜，然後用那個超大的鐵鍋。幾擺做戲唔清太嘅講述係嘛嘅？我覺得很感謝那個劇組，因為我覺得那個劇組的攝影團隊，整個團隊都非常的厲害，而且他們真的是很考究，就是連那個年代所使用的器具、跟身上穿的衣服、跟對話的內容，其實都很講究。對。然後我在那個走下，我最凶走誰該走下竹棚的西街，然後我就覺得好像我就是在那裡生活。對，然後因為攝影機都是藏在我們幾乎看不到的地方，然後就是在那個環境下就覺得，好像我就是在這裡生活的那種放鬆的感覺。竟然會連攝影機喺那裡對，就是會沒有意識到，剛才你自己如係加司機重建中啊，嗰啲重真呢，對，就真的會很像自己變做嘅角色。也係幾好經驗嘅很棒的經驗。嗰時候幾擺學到嘅東西，學到嘅，你感覺講它是可以完全運用嗎？還是一到業界，我們感覺其實茶片還會開？
哦，还可爱。因为在学校信上都会教你很多很多嘛，就会说哦，如果你拿到这样的台词，我们可以怎么去分段，怎么去拆解，怎么去断点。但是我觉得一到业界，其实你大部分的表现方式，其实他们脑袋里都有画面了。所以我觉得进到业界比较像是你要怎么把导演脑中的画面呈现出来，比较少创作的部分。哦，係哦，在學校會比較好創作。可能美的都拖延咩冇咁樣。考試如果都係因為拖延都係調的嘛吼，剛講我用的，因為他不可能什麼想象都沒有。對。假使俺的體驗熊熊差太多，可能就要趨近他的想象。對。哦。可能自由度當然都冇錯，其實好搞安度安嘅。吼，等下都下一趟呢，俺哋落來看下食。特別的料理，對於佢來講，重要嘅料理係嘛嘅，我哋等下都啲咧，好先生茶。表然因為食速度，冇強人嘅劇本，冇強人嘅劇本，只有冇強人嘅角色，來做過動到冇強人嘅人設，就覺得好像我一樣用了30年的時間，可是愛經歷過動到啥嘅人設，該種感覺。現在說佢們人來了，咁樣來材料，迄演員彭永杰，也給劇團，人來看下來是好吃的哈。頭多在預告的時候，永杰亂彭叔很想要吃，人來唱處理木本，人來看下是對永杰來講有充有意義嘅料理係嘛嘅。哦，也給人咩個叫模式的？哇，水晶餃。上狗了。哦，你們講上狗跟上狗了。哇，這個來吃看看，也給因為係人來製作單已經發，現在都變這樣嗎？小巧那讓我寫時這寫的差唔多啦，因為讓我寫時這世界係三個的痛，第是充滿的，還是寫的很好，等下就要快轉一下，等我們消化一下料。那替白色的時間，有點開腦洞，裡面哪菇某牙根，裡面有對某牙根，而且我的水晶餃，以堂共。就係沒有另一個水晶餃，外國都係火鍋的那種。哦。因為人哋吃火鍋呢，會吃到水晶餃。第一排吃到，而且可以做早餐吃，我真的很驚訝哎。究竟你把食，那係九神豬會食？那寫時節係宵夜。啊。做點心式的。係哦。因為寫時節，很蠻好，然後等蓉姐那個消化的時候，我再吃一個，然後消化完又輪流吃。因為我細細時節，全部係阿婆底部卡煮嘛，阿婆會底部卡煮，煮灶、煮酒、煮辣，全部係阿婆煮的，三串全部係阿婆煮的。所以該六是阿公啊是動物怪。伊上時誒會唔想誒是不卡阿婆煮誒東西，食到味誒，嘿，然後所以阿公是會起叉兒在蛇蓉嘅去時沖是兩碗三個桶，對，是後式的，瞞着阿婆，對，瞞着阿婆式的，因為阿婆是吃到我嘅東西可能冇按填空，然後可能沒含，所以他很堅持我自己煮本不看飲食。那爺爺就比較不聽話，所以呢那時候呢，人上最親切嘅係有禮拜，用嘅斷考試冇考好，然後因為細細時間係阿公食愛送下課嘛，然後就是爺爺阿公來在愛下課嘅時間，意思我愛說我是上狗痛冇，意思在愛去時沖是兩本上狗痛，所以伊對我來講係。有點像是小時候的回憶吧，偷吃的回憶。伊都見，嗰時候細細時節都有告訴到阿公嘅愛是用這種方式。對，可能阿公他唔會講出來，對，但是他都會默默的做一些很溫暖的事情。我感覺晚上有安尼嘅小小投照一下，其實是很好的回憶。對啊，看阿公阿婆對你嘅關高方式係。因為阿公阿婆都係學校嘅
信上到体育主任。哦，阿公被还是啥？阿公没黑，阿公黑教体育的。对，然后细细时节阿婆对安利个功课跟那个在学校的表现啊是非常严格。阿婆会用足少判挨老嘛。靠后面会不给打呀？少1分打一下。很严格，我们家小时候很严格。嗰種萬世成績係好嘅。細細時節喊做的。都國中、高中是總的。嘿哦，那時候阿婆不會一樣很嚴格嗎？那東西阿婆就是阿婆只管國小啊，因為阿婆只教國小，國中的阿婆沒曉。嗰種國小嗰時就有印象，對，時常會俾你打。唔估唔到過做高中上會靠電影系時節，阿公阿婆會反映嘅嘛嘅。記得喊走的咧，因為人家高中是讀法圖類啊，是讀美術班的，所以其實起到講你有興趣，你有興趣，你是走得去讀。咁你後來做茶記，你哋咩有看？有看，記得看去看。重播一次看入面，係哦，哇！咁伊哋會團嚟夾表零沙個，個孫嘅，唔會啦，係唔會講，哇！應該對伊哋係很有成就感。所以就是也要，其實希望我做得去大愛，頭先聽講呢種沒去大愛台，因為我阿婆當好看大愛台。一當一日聽會看無限重播的那一種，對，所以應該是想講，我今天還要大一台哈，下多學蘿蔔哈，一下就旅遊我要睇啲杯偷渡客花，都好呢，係啊，我做嘅兩出旅遊本嚟講客，嗰種嚟講我下禮拜，因為我哋都係用客花做一啲主要的旗幟嘅，嗰時候。下禮拜假使做台灣人講我愈係可能愈睇下愈啲嘅，唔會講客，愈會講，咁人哋更加愈唔也可以講幾啲，我可能愈係一開始伊嚟寫無曬聽嘅行業啦，喺移民嚟去做嘅，突然愈會講，唔可以講客㗎，你一邊可以講客，就是多一個角色設計，因為我但愈放給人就可以講好咯嘅，有時候有人講法語，有人好咯，客花咩好。因為人哋都有嘅能力嘛，係啊，嗰種咩嘅，人講個做得到，大愛，因為我阿婆最好看大愛，對啊，可能還有客家電視沒有做，都係當做係啲實習嘅連續劇嘛，嗰種客花，我講客花也看自己路邊那個，可能已經出道嘅當地，這是你的利己。以前冇想過。以前係完全冇想到，因為我有一段時間去到講下，因為冇通好通英講下，然後婚姻去到講你講下我從英去到好像也不是一件很值得去炫耀的事情，那就只是我會講就這樣而已。對，但是係走冉字，還有張啟東說你係愛通拍攝冇強容嘅地方。其實某種程度咩本人咧，嗰種有嗰度見飛，如係我本人看到嘅方式，冇錯，咁唔感覺啊，對學表演，還個其他設計嚟做表演，對唔有乜嘅重大嘅影響啊，主要係對啲會學到嘅東西。我是起到，因為表演因為接觸到冇強容嘅劇本，冇強容嘅劇本，只有冇強容嘅角色。我雖然愛上到基本嘢可能30歲，可是愛做過動到冇強人嘅人生，就覺得好像我一樣用了30年的時間，可是愛經歷過動到啥嘅人生，嗰種感覺。咁係要想去做其他嘅事情啊，大家都講表演都係硬性想去做。我除咗呢一行，我是想愛看做得用韓文學喊下到嘅短影片。想看我喊做得用韓文做得學喊下sensi嘅
喊下都已经看到个人片，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我唔记得是咩上愛水講客家嘅想法，係透過本人透過客家論認識，我知道係後悔介紹，而咪發現到客家係捱嘅一個特色，捱要本大陸做啊，就講下嗰個，我所希望韓國當年透過一個來認識，係冇錯。哦，咁認識過後係希望講下禮拜有韓國度。做韓國有佢用嘅戲嘅機會，不過也有無限聽客家嘅嘛，吼，對，希望，所以短期的目標都係可以做韓國度，對，客家嘅對，讓韓國嘅相關嘅短人片，短期嘅目標啊，一下係喺乜感覺做演員係辛苦嘅。喜歡咧嚇，係一下係遲到講哦，做啲氣上舞台檔，做啲去到馬連天，一下係遲到係當幸福嘅事情。咁表演有乜嘅唔喜歡嘅事情？等吧，等動劇。哦，這個也是，對，這些感覺唔喜歡。對啊，等嘅時間實在係，因為可能你等8點鐘。你可能真緊你做戲嘅時間可能才5分鐘10分鐘，對啊，可是其他嘅時間都比較等，比較準備啦，嗰時候也嗰度演員都像安尼，如果去開發咱我哋想去做嘅事情，像可能如果去上嘅嗌對演員愛同埋嘅，如果唔係搶頭嘅得，應該係拍啲事情可以做，非常希望下禮拜可以看到有嘅。做嗰種很不陽光嘅角色，希望蠻好容易做咧。係啊，因為佢咯，就係希望有人看到本來挑戰佢望佢嘅角色。希望人哋咩有人可以合作做得。我們有一出戲其實是佢嘅演員，不過完全沒有對到。對，同框對同框，做母女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希望有機會可以同人合作。好，今日佢大家有嘅來分享嘅故事，多謝。希望容姐，多謝。你今日做乜嘢本嚟先？炒飯聽愛食嗎？還有乜嘢？雞湯，老台骨雞湯哦。哇，還有乜嘢？腐瓜好食嗎？好食，好食。我吃內肉，咁菜瓜內半腐瓜，還有半同樣。哇，用花類暗時湯哦。賣菜，好香的。賣板條，這是什麼？台骨，係會生嚟台骨。準備材料。打開來，然後切一條一條。這樣切一條一條。好，來啲咧。好，切鹹菜。鹹菜嗰陣排走來。